专辑吗？看周信哲什么时候 cue 我了。可是我已经把莫桑比克的天空带回来跟大家分享。本身是喜欢小朋友的，非常喜欢。那哎，怎么？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我没有你说那怎么没有想要自己生一个？是不是？好了解我们哦。我们两个想问的。我觉得关心小朋友跟自己生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。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对所有小孩都非常有耐心，但对自己的可能就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啦，那因为我自己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。但有跟讨论过小孩吗？你是说跟事业展望会讨论小孩的事情？跟另外一半。偶尔聊到啦，但是我们最近比较常聊的是因为我自己现在要去考儿童教师执照，对，所以就比较常聊有关于这方面小孩的事情。但自己的话，就是还没有真的这么深刻的聊到，因为我觉得像艺术东西是没有对错的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小朋友建立他们的自信心，算是潜能开发，但是艺术治疗也有。你是亲自授课吗？对啊，当然，我拿了教师执照，我就是想亲自授课啦。我才要开始上，因为我报了2个月，然后他是今年这个月才开始准备要上课，对，所以还没有上正式上。928开始。教师节。是吗？那代表好兆头。什么时候会往那个幸福的地方走去呢？等到那个时候再跟你们说喽。没有日期啊，没有日期可以没有定的。像最近有些人就说刚好日子挑的对了，有空就去了，那会不会这边有空就登记？我觉得不然10月11号，毕竟是国际女童日，可以吗？谢谢大家。就接下来工作的那个计划。有啊，就是蛮多类型的，对。出专辑吗？看周信哲什么时候 cue 我了。你想要唱哪一种？他写什么给我唱什么？他压力超大的。我那天刚刚要那个，我说你可以给我几张你的那个宣传照吗？就是我表妹她们都很喜欢你。他说我没有就是宣传照，我有海报可以吗？我说好。然后他说那我也可以要你的海报吗？我说那等你帮我出唱片我才会有海报。他的压力很大就消失了。这他就读不回了。可以读不回啊。